应该就像安尼，你看，哦，隔工就像安尼补补，你有哦，像迄补你也无开花，起来你补无甲挽掉，免来水。啊，免这拢得爱志工，这毋是讲需要讲这片遮大片，这足侪人来做。啊，你来有精力，敢袂惊讲过哈？我是咱是安啦，做啊心安理得了，是无像啊，无惊讲迄落啦。伊要过我嘛毋知影讲。 伊要安怎过多一条，咱嘛想无，没有疏利，没有买卖，没有什么，咱做拢家心欢喜的，甘愿的要讲吼讲全年的阶段，啊嘛毋是疏利，讲无看来头版，迄是真侪人版的呢，迄做者因为这片这片，毋是几个人就法度做。 有在关心这个事件的人呢，请搜寻台东7号金针花，上网搜寻。莫讲咱讲这偌好食，因为咱当初时会选择种这种，就是因为这个台东7号哦，伊花期早哦，啊有影，咱咧开的时阵，别位拢还未开，啊花期长，到即马7月啊，还搁咧开，虽然量较少，但是也咧开。啊，过来就是伊的花朵颜色金黄漂亮，大蕊。 啊，个好食，主要是就好食。大哥，你觉得说哈，他有管理权哈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告你们这些，伊都工课爱做的无来做，啊，会咧开讲伊的安尼啦，收割啊哦，对啊，伊就要无爱互该照顾的时阵唔照顾，啊，囡仔大汉的趁钱啊，讲迄趁的钱是伊的啦。行销花坛无罪，整理花园不是窃盗。 行销花坛无罪，整理花园不是窃盗。行销花坛无罪，整理花园不是窃盗。